锵锵，我来了！有寿烟的男主皮皮，貔貅天路驾到，嘿嘿，欢迎大家来观看有寿烟动画，大家来看我哦！谁呀？这一大早的！你这奸商，我要退货！哎呀，这不是刍狗吗？什么风把您给吹了？是说卖给我的那些干草经过线路，变成身体以后不燃不腐吗？怎么是不好用吗？糟糕，被识破了！你说呢？您消消气儿。虽说仙草是不燃不腐，但您这怒气太大，还是会……所以说是我的错了。你可别把我这店给点了，我去取水，去取水。好狠啊！水来了，水来了！哪儿去了？黑心老板不共老天，我会回来报仇的。小我刍狗虽用草扎成，可以出生便十分尊贵神圣。然而，祭祀一旦结束，我便被无情抛弃。为了能够讨别人欢心，我也尝试过改变造型。哪来的草狗？好诡异！短腿粗包子，这些都是徒劳，世上根本没有人喜欢我。哎呀妈呀，老弟儿啊，你刚说的我可都听见了啊！谁说我是公的？那老妹儿，谁说我是女的？那老铁，咱是这嘎山神小山雀，以后有我罩着你，没人敢欺负你，知道不？你愿意帮我，那你找些草来吧，我想编个新身体。啊？嗨，这还不好整啊！咱这儿别的没有，就野草管够。完成了，谢谢你。话说是谁把你身子弄散架了？不是别人弄的，是我一生气就会控制不住的自然。我说狗子，你可别激动啊！如果不是天地不公，我哪会变成这样？我恨天地，恨死老板，更恨每一个人。嗨，没有必要啊，没有必要，老铁。哎，咱来做你的朋友啊！以后啊，咱就一起山里溜达，上树下河，没事啊就嗷嗷两嗓子，天天乐乐呵呵的，你就不会自燃了。真的吗？明儿个我带你去山神舞会上玩，保你稀罕。好。我有朋友了。小山雀说的对，我应该活在当下，好好享受生活。等明天见到小山雀，我一定要告诉他。我是谁？我在哪儿啊？有兽小剧场。本集中，四不像把甘草卖给了谁呢？萨摩耶、刍狗、柯基犬。回答错误，此黄非彼黄，下次把眼睛擦亮点。刍狗，刍狗是古代祭祀时用草编结扎成的狗，用完就被丢弃掉了，因此后来被用于比喻微贱无用的事物或言论。提及刍狗，
最著名的当属老子《道德经》中的一句：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；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”